伫丽人国小校长室的桌顶放了满满的圣诞礼物，这是台南市天下南语所关注。因透过公益感恩餐会，组织大家的力量，将餐会收入扣除成本了后捐出，并优先运用伫丽人国小52位弱势学生校园的圣诞礼物。那我们前几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比较算是邀请饭店附近的弱势族群前来用餐。那但是后来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之后，觉得说，其实大家在现场用餐只是一次性的机会。那其实就像放烟火一样，其实一下子就结束了，觉得比较可惜。那我们今年就重新调整我们的形态，然后让弱势族群的孩子来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，由他们来许愿。今年也邀请12间厂商来共同赞助这摆餐会，伫圣诞节的前夕来斗阵做爱心，同时透过北区区公所的媒合来完成这摆的捐赠。那我们看到我们身后有很多的我们小朋友圆梦的礼物，那我们要感谢我们天下饭店李副总啊，他带领的团队来全力促成这么一件事情。那也感谢丽人国小，那在校长来到丽人国小之后呢，也非常用心的在办学，那也非常关心我们弱势小朋友啊，所以就这一次透过公所的媒合，然后把这么一件美好的事物，在我们耶诞节的前夕来促成。礼物当中包含文具用品以及食物等等。丽人国小校长王全兴也致敬感谢状，来感谢天下南语，会当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温暖。希望未来这款的活动会当持续办落去。另外，天下南语也将购买礼物的部分扣除了后，全数捐予天主教圣母社会福利基金会，让善的循环延续落去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